台语的特色，除了有本调，阁有变调。本调嘛有人讲做正调，若是单音节是一字一音，消、平、低、老、输，连起来无意思。变调叫做动调，因为伊是属于现代进行式。拄着双音节的时阵，是两字两音，头前一音就要变调，尾音保持本调，亲像平、低，一音一字一字一音。若甲平甲低连做伙念，头前变调，后壁本调，平低，安尼就有意思啊。变调就是动调，三音节的时阵，前两音爱变调，尾仔音读本调，亲像消、平、低，一字一音，保持本调。你若甲消甲平低分开，你讲消、平低，安尼人听无，人会误会讲平低啊，那就小小消平低，安尼念毋对。你著爱连做伙啊，叫做连音变调，消平低。第一音、第二音拢有变调，消平低，连音变调，消平低。变调四音节的时阵，前三音爱变调，尾仔音保持本调，台、中、苏、番，你若甲听做两句，台中、苏番，你若甲当做连音变调，当做一个片语，台中苏番，台中苏番甲台中苏番意思小可无共款。总讲一句，台语人讲话自然会变调，这是爸母生成。变调有伊的规则，下面咱要来讲变调的规则。如果你的变调是无合规则，别人听起来感觉怪怪，甚至听无。